提醒民众，即马民法成立的年岁是18岁哦。宜兰中一日有一个18岁高中生，伊专业贷款买奥多麦，派10外万的贷款。家长知影了后是惊一跳，不过有律师就分析，只要有签契约，就有法律的效力。提醒青少年做任何的决定进前，也是爱三思而后行。骑机车代步省时阁方便，啊，毋过想要买新车价小无上，就算基本款卡袂着嘛，都爱几落万，甚至阁较高级的爱10外万，都惊讲费用悬，降价个月1万，所以业者推出免头期款买车的分期方案。还是要看经济状况吧，但0元也不代表免费啊。没有办法确定自己有那些钱的话，可能还是会压抑一下，先不要买。虽然实际记录访问，不少少年人拢讲，除非经济会当负担，才会考虑牵车。啊，不过依然有一个学生囡仔，才拄啊成年满18岁，就用这种免头期款交车的方案，专业贷款买车，互伊的家属是这个业者面记知影讲，囡仔高三读册年纪，经济能力有限，也是怪伊买车，爱派10外万的债务。他满18应该为自己行为负责吧？那银行那边审核没有问题，那其实都是正常合法的买卖，没有什么违法的。为去年元旦了后，民法已经有修法，加成年的年纪收加，像讲牵车、租厝、办卡等等，若年满18岁，唔免家长同意，会当家己做主。律师嘛分析，这种的契约签订拢是成立的，并无牵涉到不法。民法下修成年年纪以后，那18岁的少年需要为他的买卖行为负责，在法律上很难用暴力行为来撤销这个买卖行为。那未来如果缴不出这个款项的话，可能会被拍卖，以强制执行他的财产。成年人年纪向下调整，少年人想要买啥就会当买，啊，不过享受权利的同时，嘛必须都爱承担更较侪责任。做任何决定进前，也是爱看家己的能力才做。建立正确价值观，千万唔通冲动消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